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台电的电线漏电7档，一口罩要求赔偿，煞来败诉。嘉义民雄的山区一口罩5个人，3年前开始，只要入去到灶骹，拍开这个水道头，或者是去摸到壁，就会去电到。一直到3年前才查出来，原来铁皮厝顶有一条电话线，是接台电的电线。就是这条线造成灶骹漏电，甲这个电话线拆掉了后，就无搁电到了。但是已经放电7档的这口罩真唔愿，搁有这个中华电信甲台电要求赔偿728万。也毋过法官认为无法度证明这个漏电甲电信局甲台电有因果的关系，所以判败诉，被害人真不服。枪火的正甲入去灶骹，拍开水道，迄若无适宜对电到。甲网落吼，何先生一家伙5个人住伫嘉义民雄的山区，10年前起，躺只骹入去灶骹，若开水道摸到铁片的壁，拢会电到。后来找水电来检查，发现讲是厝顶有一条电话线破皮，这条线过去接到较远这个台电的电线，所以讲会去漏电电到。后来将这条电线刷走了后，就无搁漏电啊。前后闭电7年外，这个何先生决定要告中华电信甲台电，因赔128万。无法建立这个确定的因果关系，认为说漏电跟中华电信或台电公司有这个相当因果关系存在。法院判败诉的理由是，我都直接证明讲这个漏电的来源，这个何先生无法度接受。我就输的原因输得很不服气的。哎呀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输，我是受害者。这个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，不应该全部把它这个加诸在这个被害人这一方。电的问题会让我们被电到了，当然这个电的来源一定是来自于台电公司嘛，这是一定是很肯定的事实。7年漏电的艰苦，何先生无法度放袂记，决定讲，佮要找新的证据继续上诉。